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Maya 係一位來自英國嘅健身網紅，近年喺網絡上越嚟越受歡迎，多得佢出色嘅身形。佢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相片，展示住佢勻稱而唔浮誇嘅腹肌線條，幾乎冇乜多餘脂肪，對稱感極高，令人一眼難忘。經過多年嘅努力同堅持，Maya成功打造出呢個理想嘅腹部線條，同時亦冇忽略到佢嘅臀部同腿部線條，完美咁勾畫出佢修長又緊緻嘅身形。而且佢纖細嘅腰肢更加凸顯晒佢整體嘅輪廓美感。當然，仲要提一提佢細緻嘅面容，令成個造型更加和諧同吸引，難怪咁多粉絲都咁中意佢。為咗達到目標，Maya喺好早就開始咗重量訓練，之後一路堅持落去，逐步提升自己嘅身形，就好似佢喺社交平台上面一張又一張嘅相咁，見證住佢嘅蛻變。佢而家嘅體態唔單止令全球無數粉絲讚嘆，都係佢引以為傲嘅成果。而佢亦好樂意每日分享自己嘅訓練同生活點滴，鼓勵更多人。Maya而家每星期大約練習5次左右，再配合乾淨清淡嘅飲食習慣，成功吸引咗超過大約40萬嘅 Instagram 粉絲。佢每日都用自己嘅自律同進步去啟發住好多網友。咁你呢？你又點睇Maya呢個驚人嘅蛻變？喺留言同我哋講講啦。順便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俾個讚支持一下啦。下次再見。